怎么样？把你的马累坏了吧？反正我赶上你了。你去哪儿3289钻井队。哦，你叫什么？我叫萨乌里，你呢？我叫克伊，我们同路。还赛吗？好啊。哎，来。就。大王，哎，怎么了？大王，快去看看吧，井上出事了。来了2个人，1男1女。走，咱们看看去。走，看看去。你们谁是私钻？孩子没见过，横的啊！我再问一遍，你们谁是私钻？嘿嘿，到我们这里，得先问候问候我们。哎，你看他真不错，还带着个美人儿啊！是啊，你们还像是石油工人吗？上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小子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来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让他知道你们这是！太放肆了！这一次绝不能轻饶了他们，一定要严肃处理。就算是见面礼吧。见面礼？他们不知道我是队长。那我上班去了啊！你根本不了解这个队的情况，再说吧。正像总指挥说的，可能这种领导方法，正是这个队搞不上去的原因。缺点毛病谁没有啊？我们政治思想工作，不是抓住别人的毛病，老想把别人治住，而是要激发每个工人的长处，在发扬这些长处当中，把我们的石油工人变为英雄。石油工人千方百计地开发地下的物资能源，我们也要像石油工人一样，千方百计地开发人们灵魂深处的精神能源。你爸爸在3289钻井队当队长的时候，这个队一直是我们指挥部的英雄警队呀。从你爸爸调上来以后，尤其到了魔鬼城，这个队打打停停，越来越差了。这口井关系到一个新油田的诞生，还有证实老油层生油储油的重大问题。考虑到你是石油学院毕业的，又当过几年钻工，总指挥部决定派你去担任这个队的队长兼指导员，怎么样？试试看吧。好猎手是没有冬天的。
我听说，你爸爸不太同意你到钻井队当队长。你放心吧，你爸爸的思想工作由我来做。哥，这是你换洗的衣服。好，摆这儿吧。你去警队的事和冠南商量了吗？商量过了，他同意了。你呀，我就知道，我在警队干了20多年，谁愿意找一个常年不在家的丈夫啊？啊？你走了，冠南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啊？你为什么放着研究所不去，一定要去警队呢？我喜欢警队。你妈死得早，我把你们拉扯这么大，容易吗？啊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这口井是重点井，你干得了吗？啊？爸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爸，我自己的路，还是让我自己走吧。伟大的当然的不安的그는 그거이 마음 작자망다 작은 등 이렇게杜曼的歌声多忧伤啊！人家都叫石油工人有鬼子，好姑娘不愿意嫁给石油工人。哦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就不是好姑娘了。不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姑娘，因为你有金子般明亮的心。你说对了，我确实爱警队，但是爱警队并不等于不爱你。你不应该反对我来警队，正像我不反对你考研究生是一个道理。谁还送酒来？谁来？上！好，我来。好，看他上啊！输了！谁还送酒来？对，你去呀！好，一班的哥们儿，我请客。好。喝，好，来喝，喝。杜曼啊，你刚才听到的话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，我什么时候哄过咱哥们儿？是我亲耳听到的。啊，要是有假，
你们往我耳朵里边塞驴毛。别管那套，前任队长的来头也挺大，不也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吗？是。来喝喝喝，哎，哎呀，啊，舒服舒服。上啊，哥们儿！哎，危险！拜拜。为什么不用液压大钳？那玩意儿不好用。哼！机器总要代替人工劳动，要好好学啊！来。冠姐，快进来。冠姐，吃糖，吃吧。冠姐，喝茶。你哥放在我那儿的东西，我把它送回来了。冠姐，我妈死得早，爸爸整天在油田里忙。妹妹还小，你是最了解我苦处的人。我多么希望你早点过来，可我哥他，我知道，你哥他喜欢我，可他更喜欢钻井队。你就不能原谅他这一回吗？你放心，我会永远把你当作我的好妹妹。哦，爸爸来了，伯伯下班了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吃糖。我该走了。哦，冠南，冠南，你不要难过，我知道，可依他行，伯伯，您别说了。对了，过2天我要到警队去，你有事吗？我已经写过信了。哦，送送。柯一，你的信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来。哎。队长。哎。泥浆泵不上水。啊，队长，泥浆泵不上水，也不知什么原因。怎么搞的？不知道啊。刚才还是好好的，我走开了，回来就不行了。啊，我明白了。说不定我会被你们烤糊的。
嗯，哼，干上！哎，好大的风啊！好像要下雨了。啊，我来给他们拿几件雨衣。你休息一下，我给他们送去。不，还是我去吧。我给大队写了个报告，你看一下。啊。顾里，去厕所吗？我有点害怕，不敢去。你呀，萨古里，我跟你去。好。做领导的不是抓住别人的毛病，把别人治住，而是要激发每个工人的长处，把我们石油工人变为英雄。哟，回来了。白克利叔叔，我来的那天，大王他们并不知道我是队长。为了这点小事，要给他们处罚，我看不合适。你不知道这帮人呐，你要是不严格的整治他们，今后你就别想管住他们。孩子，你爸爸在这里当队长那会儿啊，他们敢啊。我今天夜里值班，咱们改天再谈吧。看好了，钻机运转正常，静止19米半，注意井下压力。好，我们走。啊，走吧。走走走。迷糊，亚历坤，你们下去清洗钻岗和司扣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怎么来帮忙吗？啊？美人儿是来解闷儿的啊！亚历坤，你想当钻工吗？想当钻工就得先学会甩吊钳，请吧，罗宾寇，让开。哎，就这样。哎，不行啊！再来。让开。看来你的力气还不行啊，今后还得好好练练啊！罗尔宾寇，哎，好嘞，嘿嘿，哎，来，嘿，好，哎呦！上帝造女人的时候啊，长了偏心眼儿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没安排这种苦差事让你们干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女人不如男人？可不。男人能干的，女人干不了。差不多。那女人能干的，你们男人能干吗？除非啊，生孩子。对。那我能干的，你干不了怎么办？哦。对啊，是，大王请客。请客，好，我请客。好，不，请我当钻工。好，男子汉一言既出，10台拖拉机也拉不回。好，咱们试试。走。
去干什么啊？干什么也当不了钻工啊！啊！真有两下子啊！哦，你看，请吧，上啊！大王，看你的！这个，来，上去，上好。嘿，真不错，你说啊，一来他就走，哎，上去了没有？上去了，驾！哎呀，过来了！学会了没有啊？没事。怎么样？我可以当钻工了吧？啊，调换工作我没有权利呀。道理说了千万，但是始终没能打动你的心。你到底走了。我知道你确实的爱我，但是你更爱你的警队。真的，我觉得你现在就像那钻塔，冬天因寒冷而冰凉，夏天因酷日而灼热，但却没有了自己的体温。队长，我要当钻工。你同意了？哎呀，队长同意了，同意我当钻工。哎，小物理，我同意什么？我不管，反正你同意了，同意了，队长同意了，同意了。好了没有啊？哎，诺尔贝克，哎，入伙好了没有？哎，别着急，快了。快点！来，大屋里，我是头一次和女同胞喝酒，很荣幸。来，为你当钻工干杯！按我们民族的习惯，我不能喝酒。哎，这不是酒，是皮外。哦，按维语来讲吧，不带酒字儿。来，那我们两个一起喝。来，啊，哎，谁去把队长请来？我去。萨乌里，你是今晚的明星，你可不能走。来，让我来敬你一杯，喝吧。这杯酒上半截是苦的，下半截是甜的。好，够意思。跳舞吧！别了，吃肉。队长，把这杯酒喝下去，过去的事就都忘了。我们钻工的脾气像长流水，往前不往后。来，干！为队长干杯！为队长干杯！为队长干杯！我不喝，因为我还不是一个合格的队长。我也是钻工，让我们为合格的钻工干杯！对，钻工干杯！干杯！干！够朋友！
好意思，肉也不错，好玩。再来一杯，来，玩呀！哎，大王，什么好事啊？给念念。你妈又给你找个媳妇儿啊？啊？哎，真主啊，又是一朵向阳花。孩子，我近来身体不好，多亏了你远房的表妹到咱们家来。她人品好，又是个学生，你请个假回来，你们两个人好好谈谈。孩子，这回就听妈的话，成个家吧，啊！回去吗？不。为什么？我要找的不是老婆，是爱人。什么事儿？哎，他们俩打架动刀子，正好调度长来，怎么说也不听，只好这样。哎，应该绑起来，要不出人命。是。这是。队长，这事儿不怪我。这怎么不怪你啊？不要说了，这是。你们俩想好了再来找我。爸爸。你怎么把个警队搞成这个样子？哎，我早说过，你当不了这个队长。啊，爸爸，我们队想采用美国休斯公司的快速钻头。来，时光。打架的事儿怎么处理？我把他们放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这个队的队长，一切都由我来负责。你负责？你负得了这个责吗？这口井的重要性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！打不好井就是犯罪。我明白，不过这不是在家里，绑人是犯法的。好，我看你把这个队能搞成什么样，你负责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负责。哎，爸爸，车辆不够用啊！真的，总指挥，再调6辆车吧，否则很难按预定计划开钻。诉苦可不是好汉。好吧，再给你6辆车，但你必须按预定时间开钻。那天我在会上就说过，可一他不是那当队长的材料。可你们不听，现在可好，3289队的工人打架都动刀子了。来，
老邢啊，有这么句话叫“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”呀。可这口井是重点井，这样下去啊，会出事的。别着急。总指挥，听说来了一批休斯公司的快速钻头，我们队要求试用，已经打了报告，请您研究一下。你消息可真灵通啊！你爸爸刚从你那儿来，和他谈过吗？我不同意。队上出了点事，是吗？是的，不管出了什么事，首先应该由我负责，不然要我这个队长干什么？批评处分都行。现在的年轻人轻信仰重实惠，我们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工人同志，才能带领大家一起前进。靠绑人是不行的，大家动刀子就行。我通知你一件事，伯克利调齐大队，任副大队长。你看谁做你的副手啊？让大家选举不行吗？好，我考虑一下，再告诉你。老邢啊，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了解了。我记得有这么2句古诗：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我们不是才子，风骚几年就不错了。要看到年轻人的才华，光靠我们这些老骆驼不行了。不行？你把3289队交给我，要搞不上去，我爬着回来见你。你年轻的时候我服，可现在啊，哦，我现在老了。我们总是要被年轻人所代替的，这是规律。规律，规律。哎，老秦，老秦。马兰开花31、356、357、38、39、41。柯姐，你怎么不回家老玩啊？我没钥匙。你姐呢？哎，小刘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哎，行，调度长啊，小刘，帮个忙，用你的吊臂把我吊到3楼上去啊！行，调度长，你饶了我吧，这太危险了。你给我少啰嗦。哎，你老人家这么大岁数，我老了是不是？吊吧。好了，谢谢。老骆驼不行了，可历史是我们这些老骆驼创造的。
要多看年轻人的长处。啊，长头发，你们那些个牛腿裤，姐，轻点，爸爸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个人在屋子里喝闷酒，很不高兴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？这真是，哎呀，你，爸，饺子就好了，哎，算了。好，好。哎，都曼怎么没来？都曼病了。你病了吗？要不要去看看？哎，什么病？想老婆了。有病就去看，没病上班去。来，上！哎，罗尔比克，下来！这违反安全条例，队长又敢说你。哎，哥们儿，就这一回。上来，上来，上！老狐狸，胆小鬼，你敢上来吗？啊，嘿嘿！哎，太危险，下来！小狐狸，下来！你下来，点危险。别人为什么行啊？哎，别人是男同志嘛，别人犯错误你也学吗？你们为什么瞧不起女同志？我就不下来。你这是拿生命开玩笑。从现在起，你不要再当藏工了。不当就不当。集子。我妈妈送给你的。来。你学英语几年了？4年了。可贝克利队长对上边说，我在听流行歌曲。说清楚不就行了？有必要吗？一般人总是认为山比人高，可对登山的人来说，群山总是在他们的脚下。总务里，你先看看这个，不懂的地方来问我，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。队长，明天上班去。我就不去，我有钱，谁也管不着。你影响了全班的利益。
泥浆有气侵，加重泥浆。好。哎，大王，钻具可能短路，马上停钻。什么？这可能吗？要是没短路怎么办？再提几个小时钻杆，天又这么热。你以为我们都是白吃饭的吗？要是没坏呢，我说过了，起钻。天是热，可如果钻具短路，造成重大事故，延长了钻井周期，可能会造成几百万元的损失。别说了，提钻。队长，总指挥来电话了。非得让提钻。喂，我是克一，请指示。你要的休斯公司新钻头，经过和总工程师的研究，认为你们队的素质和地面设备都不具备这个条件，情况有些出入，总工程师不同意，你马上回来一下。真让队长说对了，队长可真有两下子。嘿，快，我们换上新的钻具上钻，就说没短路。好，让队长早点滚蛋，好让咱哥们儿过几天舒服日子。对，这样不好吗？嗨，怕什么？就是，我们不说，鬼都不知道。哎，那也太缺德了。哎，咱们还是少惹事儿吧。你们怎么都成了松钩子货了啊？这样要扣我们奖金的。再说。队长要是真罚了自己，我们坚决拥护他们。是啊。哎，不过哥们儿，这事儿啊，可不能让大王知道。对，队长给我带封信。好好，队长，也给我带封信。行，队长，麻烦您带封信。好。队长，你冲什么内行？怎么？钻具没有短路？我检查过了。没有短路，白浪费了工时，你怎么处理你自己？哼，别是你们弄虚作假吧？马屁精，老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你们班那些货，我必须马上去指挥部。如果是我判断错了，我承担一切责任。希望抛开我个人。一切从工作出发。哥，你回来了。你看。哟，买洗衣机了。来，我是20世纪的奴隶主，要解放奴隶了。哥，柯检还没回来？快了。哥，你先歇会儿，饭就好。啊，我给爸爸买了2瓶酒。哥，冠姐前2天来了，把你给她的东西都送回来了。我看她很痛苦，你应该去看看她。哥，
哟，小妹，热了吧？哥给你买汽水了。来来来。哥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爸，您回来了。嗯。可琴，饭好了吗？就好了。爸，我哥刚回来，您……啊，饭好了，吃饭吧。哥，你陪着爸爸喝2盅吧。哎。你回来就是为钻头的事吧？啊。可依，你的那份报告我看了。这种引进的新钻头，别的警队都不敢用。我在石油学院研究过，一个顶好几个。这是外国人的宣传。你也相信？我有根据。这样一套扶正设备会减少钻头的磨损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哥，先吃饭吧。可依，我是为你好，不要轻信那些洋东西。用了扶正器，万一卡钻，造成事故，你说？爸爸，采用扶正器是国家推广的科学的新方法。那种保守的、传统的打井方法，我保守，我落后，你怎么总跟我拧着来呢？爸爸，咱们家里的事，我可以百依百顺，可涉及到打井，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想法。我告诉你，地面设备承受不了高压钻具，把你的报告撤回来。我不想让您生气，可报告我不能撤，我没有错。你没有错，你什么时候错过？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你还有点组织观念吗？啊？家里的事你还百依百顺呢，说的好听。管南的事，你和我商量了吗？你有哪件事听过我的话了？啊？你说，哭什么呀？你爸爸死了吗？吃点瓜吧，这是你生前最爱吃的东西。咱们的孩子，他们都长大了。啊！冠姐，快进来。哎，
焕姐，我哥回来了，你上课吧。小伙子，我很赞赏你这种认真顽强的探索精神，我同意了。我再给总指挥部打个招呼，明天就可以领了。谢谢。不用谢。老李，啊，看什么呢？钻工技术，哎，不错不错，真用功啊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替你报仇了。报仇？队长说钻具短路了，这是真的，我们就换了一个，这么一来就能让他滚蛋了。狼心狗肺！嫂五脸，你这小子，我可是为你好。你给我站住！怎么了？你这坏家伙！萨布里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问他。我和亚历坤一块儿干的，你去问他好了。你给我起来！你要是不找班长去承认错误，我姐饶不了你。他们想通过这件事造成舆论，把队长赶跑。我怕伤了哥们儿的和气，就……亚历坤呐，亚历坤，正直人的心像闪光的宝石。你被魔鬼城的魔鬼迷住了吗？我找大王认错还不行吗？班长，你要是心烦，就喝2口吧。怎么，出什么事了吗？说呀。我……快说吧。努尔别克他们骗了你，钻具确实坏了。什么？你们还是男子汉吗？啊？努尔别克呢？他怕你不敢来。你们真给我丢人！队长，钻头拉回来了没有？拉回来了。嗨。队长回来了！好，队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队长你好，你好。进来了。队长，队长，好，有。队长，有我的信吗？快看看你老婆生了没有？哎呀，队长，这钻头多少钱呀？15000块。我的妈呀，比我10年的工资还多呀！成本这么高，合算吗？当然合算，一个顶好几个用。队长，大王，你好。队长，你是对的，钻具是坏了。要不是你发现的早，可能会造成事故。可他们骗了我，你处分我吧。感谢你的诚实。队长，这事儿是我干的，是我的主意，跟他们没关系。还有我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把钻具提上来。虽然你们想骗我，可毕竟避免了事故的发生。不过，我想问一问，这是谁的主意？我明白了。对大家来说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大王说得好，我们钻井工人像长流水，往前不往后嘛。不过，努尔别克，你必须认真的写一份检查。哎呀，队长，我求求你了，扣我的工资，扣我的奖金都行，就别让我写了。扣不扣你的工资和奖金，要看你检查的态度如何了。好，写车吧。
哎，好，学生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大家注意了，总指挥已经同意了，让我们选一个副队长。前段时间大家已经讨论过了，为了不影响大家的休息，借今天吃饭的时间，我们选举一下，大家可以随便提名。队长，选我怎么样啊？你这小子，哎，要选你呀，我们都得打光棍。得了吧，当然。为什么？哎，那他老想让老婆生男孩，我们上哪儿找老婆去？是不是啊？你这混球，嗨，说正经的，这可是我们队里的一件大事。这倒是。希望大家选一个德才兼备的，你认为是最可信的人。对，大伙儿好好考虑考虑。这队长啊，嘿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我也能当。不信，我试试看。哎，我提议选米集体担任副队长，行吗？哎，对，米集体不行，我不行啊！哎，不行。你别说让他干也行。我觉得副队长啊，主要是得技术过硬，肯干工作。好，那么行，我来提一个啊，大王。哎，让王建江同志担任我们副队长，大家同意吧？同意。不行，我可不是那块料。哎，大姑娘似的。哎，你脸红什么啊？脸红什么？精神焕发呀！别开玩笑，玩笑不让开。我不是干不了，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。队长来的时候，我给他出了不少难题。王建江同志技术过硬，表里如一。对，谁不知道他是我们队上真正的男子汉呢？啊，对，同意。我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了，回到油田这些日子就更加明确。根据中央关于体制改革的精神，根据我们警队的具体情况，地区分散、工作环境艰苦、自然气候恶劣的特点，应该把工作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。一旦付诸实践，就能从根本上提高钻井工人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地位，进一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，提高工人的素质，最终落实到提高钻井的经济效益上。哎，好是好，不知道上面能不能同意啊？这是一个设想，如果你同意，我想把材料寄到总指挥部去。我们总得为这个目标去奋斗。好。喂，我是克一。你送来的关于钻井队轮休工作制的报告，指挥部领导都传阅了。设想很好，很有胆识，但也涉及到许多问题啊，有的是思想观念上的，也涉及到生产部门的一些规章制度。经党委研究，决定召开一个基层干部会议，能参加的警队队长都参加，还有科室、财会部门也参加。你唱主角，进一步阐述你的观点。什么时候开？明天上午。
大王吗？家里情况好吗？一切正常。会开的怎么样？意见很多，争论也很激烈。我不能马上回去，有事及时跟我联系。明白，要力争啊！是的。哎，今儿个太累了。这是。哎，你们看啊，哎，这马不错啊。哎呀，对马比对人还亲呢，可不是嘛？哎，东曼，你小子是鸡窝里长大的，我要是你呀，早把这朵鲜花搞到手了。我呀，才不要它呢。哎，你是吃不上葡萄才说葡萄酸吧？哎，对了，我说都曼，你要是变成他的马，他肯定喜欢你。是呀，我不像你，你去做巴尔古里的马吧。我倒有个主意，就说啊，队长说过，他最讨厌马。哎，对，哎，对了，明花，你老婆来信怎么说啊？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啊？哎，老婆说了，孩子在肚里直蹬腿儿，哟，将来一定不老实，肯定是个男孩。呀，你小子美的！你看你。哎，回头见了他，我先说，你们接上啊。好。嘿嘿，小屋里，你这马怎么越来越瘦了？啊，是啊，对，可不嘛。哎，在咱们警队养马也不是个常事儿啊。是啊，要让办牧业队就好了。对，杀了吃肉吧。你敢？队长骑摩托车，我骑马，都是交通工具嘛。那可不一样，他的摩托车不吃东西，可马要吃又要喝水，还得用水给他洗澡。可不，警队用水都得省着点儿。其他班都提意见了。哎，队长怎么说了？哦，对，我亲耳听队长对都曼说：“都曼，你给萨乌里做做工作嘛，你们都是哈萨克族啊。”对，是这么的，这是真的。不信呐，你等着瞧，队长回来首先得处理这件事，准是队长想吃马肉了。对了，哪喽？你呀，你才多大年龄啊？你经过了多少世面呢？你不就比我多读了2年书吗？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自以为是。什么工作轮休制？这是坑害国家！爸爸。我做过多次周密的调查，执行工作轮休制，钻机的利用、经济效益都会提高，成本却大大降低。粉擦的再多，也得脸长得好才行。瞧你那个轮休制，干半月，歇半月。干2月，歇2月，那还叫工作？哼！爸，我求你们了，我在复习功课。爸爸，你在警队干了1辈子，很少见你穿干净的工作服，也很少见你回家。这个家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支撑着，要不是这样，妈妈也许……在我懂事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孩子的爸爸一样，常常带着我们去玩？人家为什么叫你野黄羊？为什么那么多叔叔很晚才成家？爸爸，您是老钻工、老队长、老英雄，30年了，难道不应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吗？实行了轮休制以后，有家的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多了，
更主要的是有机会提高自己的素质。石油工人也是人，他们为社会创造了那么多财富，应该让社会承认他们的价值。谁不承认工人的价值了？啊！你们做出贡献就要向国家伸手？住房嘛，要公寓化，还要什么空调？吃饭还要多样化。哎呀，你们懒得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洗，那也叫工人？艰苦奋斗的精神还要不要？我看，干脆把你们当作少爷小姐供起来算了。爸爸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，但是光靠出大力、流大汗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。那靠什么？啊？靠你们这些长头发、牛腿裤、蹦蹦跳跳、扭屁股。今天的历史不能和过去比。过去历史选择了你们，你们创造了大油田。可今天，新的时代要选择年轻人，他们有他们的干法，有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他们不能像你们那代人老骆驼一样简单的生活。什么？我们是老骆驼？你小的还是我儿子吗？爸爸，你给我滚！滚！哥，哥，爸，谁像我们家这样？我哥难得回家一次，可一回来你就吵。要是我妈还活着，你怎么这么不容人？他要听话，我能吵吗？这么晚了，你叫他上哪儿去？总指挥在家吗？啊，在，请进吧。好的，请吧。小伙子，我就知道你要来的，快请进。哎，切个瓜。哎，坐。坐。来吃瓜。谢谢。请吧。小伙子，你很有胆量。我们研究了，意见有些分歧，因为有一些同志担心的是经济效益会不会提高。肯定会提高。知道。局长看了你的材料，才下了决心，从企业奖金中批给你们2万元。啊，小伙子，你先别激动啊。局长只是说，你们报上来的数据看来是对的，但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有这个想法就比没这个想法好。一开始是不可能那么全面的，要不断的完善它。最可怕的是什么错都没有，平平静静的，就像一潭死水。我明白，我们一定好好总结出一套经验来。我签个字，你去领钱。给。吃瓜。吃了瓜再走。谢谢。
喂，大王吗？我是克一。队长，萨乌里不见了。什么？马也不见了。昨天努尔别口半真半假的跟他开了个玩笑，今天一早连人带马都不见了，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我要当真正的钻工，你明白吗？你应该去找自己的朋友，你应该无拘无束的生活。你快去吧，去吧，我的宝贝儿。车房马上就到。你们好，队长。哎，好。你好，队长。队长，好，那别哥，去告诉王副队长卸车吧。好，马上就去。哦，你好，队长。哟，队长，小屋里，你回来了啊？哎，那你的马呢？我让他回到大自然去了。哦，那你舍得他呀？那有什么办法？我要当钻工啊！队长，大王，你回来了。哎，队长，卸车。好，卸车，卸车，哎，卸车。班长，干半年休半年，发不发工资啊？当然发了。你探亲坐火车还给报销路费，你没看这条文上写着呢？哎，什么叫住宿公寓化？就是住宿和卫生有专人负责，让大家有足够的精力去工作嘛。米虎儿，你媳妇儿快生了吧？快了。咱们队从今天起实行轮休制，队里给你2个月的假。今天是20号，你过2个月来上班，那时候你媳妇儿一定生了。算了，队长，队里这么忙，我就不去了。喂，队里研究过了，你就放心去吧。哎，东满啊，队里也给你2个月的假，回草原去找个好媳妇儿啊。别不好意思啊。啊，这是一张结婚证明，找好了对象，把名字写上，就可以登记了。这好。哎，美丽的姑娘千千万，就看你小子有没有本事了啊！井下情况，一切正常。你讲比重呢？啊，你看。井下有什么情况，及时告诉我。好。妈来信了，走。他问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。你说呢？问你呢？还是你说吧。男人是山，女人是水，水绕着山转吗？哎呦，男人是山，女人是水，水绕着山转吗？哎呀，你真坏！哎，队长，井下情况发生异常，警涌现象频繁。好，继续监视，我马上向总指挥报告。总指挥，警涌现象频繁，可能达到高压油气层了。我报告完了。继续监视，
做好抢救井喷的一切准备，随时向指挥部报告。好。努尔别克来瓜了啊！瓜运来了。努尔别克，快来卸瓜呀！大家都来卸瓜呀！同志，请问王建江同志在哪儿？你是？我叫金兰。我是他。努尔别克，带他到大王那儿去。好。来，走。快点，快点，来卸瓜！这个快，拿这个，哎，给我一个，接着，我来一个，再给我一个，来一个。姑妈的病突然恶化了，这封信是他老人家临终前口述，由我代写的。孩子，妈要走了，我多想再见一面。妈真想在临死前看到你成个家。妈只有一件事求你，我病的时候多亏了金兰，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我，你就把她当成你的亲妹妹。妈，我苦命的妈，我对不起您老人家。这是一个高产油气井，魔鬼城地区有希望成为一个高产油田呢。总指挥，由于采用了新的钻头，我们队提前21天完成预定计划。好，小伙子，我代表总指挥部祝贺你们，希望你们尽快的把各种数据报上来。最近有个演出队来这儿，很快让他们去慰问你们，让大家热闹热闹。这太好了。快点，要不赶不上跳舞了。总指挥，总指挥来了，好热闹啊！爸爸，您也来了啊！请。总指挥，今天除了庆祝我们警队提前完成任务以外，我们知道海雅里坤和巴哈尔古里的婚礼，我还是他们的主婚人呢。对。请，来，祝贺你！你好，祝贺你！你好，恭喜！在警队结婚，在我们油田还是头一对啊，赶上好时候了啊！请，总指挥，请。来，吃瓜，来吃吧，吃吧，这瓜甜的，吃瓜，这瓜可甜了。
确实是感觉到自己是一只老骆驼了。油田的历史是我们这些人民的老骆驼创造的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。但新的历史要选择新的主人，这就是他们。总指挥，打听点小道消息行吗？又是什么鬼名堂？我们下一步任务是什么？大道消息，下一步在魔鬼城西侧再打一口探井。太好了。可琴考上技术学校了，希望你能多关心他。谢谢。你这是？我考上研究生了。祝贺你。我们都还年轻，摆在我们面前的路还长着呢。这也许是我个人生活中的悲剧，可我认准了这个目标。我相信，女人不是月亮，她应该自己发光。我坚信这一点。再见。